即世人爱有善，但是伊个修行个心足真诚，只是差别无保水，所以即世人无钱通开，无钱通甲差安尼尔。即世人过了，后世人来吼，伊就心不老，或者是迄个佛陀大福建的尊者安尼讲，安尼讲，所以伊个火吼发袂发，当然到尾安怎发，迄找袂着无人知。这鱼我做到遮尔安尼就对啦。当然你定会花啦，若无我真正做要100年啊，无可能嘛吼。这是无交代到详细。这阿些细王看到了，就感觉足快意，逐边仔迄个想讲奇怪啊！我今仔日用尽遐尼济的火好，几千拍遐尼大拍，佛陀才无大讲我的身份，才大迄个阿婆来讲伊的身份，是咱我的火话拢发去啊，迄个阿婆的火袂发。边仔迄个神甲来讲，因为迄个阿婆啊一心一意专心咧点佛经，你的心吼道心，讲你的心道心啦，你无够啦，你的心心不足啦，所以你的火送就花啦。这是这个典故，咱有机会咱去找一部经典啊来看卖下就对，介绍的很详细。你看神偌重要，神偌可贵。话讲我修修到尾也无看着啥，因为咱的神不足。对一件较好咧，你看人办到偌好，因为咱的神不足，咱的神不足拢看外口，麻烦啦！你修行人拢惊咱看外口吼，咱内在神看无着，咱有盲目呢。我们真的不知道在修什么。人讲内行的是看门道呢，外行的讲看热闹呢。咱是要看热闹，也要看门道，要看门道要对对看。心，这个心，看咱这个心在想啥？咱这个心有安尼作用无？咱这个心有单纯无？咱这个心有安怎无？迄个人拢看袂着的，迄叫做懂的。你的心懂，仅是你家己都毋知影，真含义吼，搁较济。真含义足好的。你迄个若无好，伊带你拖去倒去。你真迄个若好，伊带你上心甲你拖去好，迄个足重要哦。心感拢伊咧拖哦，真正想法心动，独立之处，迄叫咱的念头，叫咱的念头。所以讲为什么叫做意行？伊咧讲啥？伊咧讲意念。意念若会成，你的心就会静。你拄着啥物环境吼，你就拢无要紧，就拢无要紧。你心若袂成哦，小小一句话就倒来。当你发心的时阵，你可以袂倒。咱若甲伊发心成无了，一句话就倒来。咱就讲到了，一句话就倒来呢，毋免讲啥呢？毋免讲我一定去管好啊，庆杀都毋免。听一句话无介意听，你讲安怎像你讲无？我歹去啊。你个大细心就对啦。有当时哦，并无讲当面甲咱呛，当面甲咱骂，当面甲咱阻挡无呢。有当时讲会去挨着，人讲洗面挨着偏，讲洗碗挨着尔，无要紧。若无成，你倒足紧诶。若有成，你搁讲吼，你搁去修啊，庆杀照常修。过去老前人们他们都是这样，对一互科会倒。伊个神若知，伊个囡若知，伊啥物风台来走，伊袂倒呢。所以咱若去课堂，咱莫讲去互啥物人课堂，其实是咱家己根基不足啊。咱若根基足吼，搁互骂两句啊吼，搁互做无理诶吼，你嘛起来会知啊。你看神诶迄个重要吼。即个咱互举例一个佛经内底诶故事诶典故，咱逐个来参考。有个人看佛经看到尾，佛经写敢是真诶？比如讲《法华经》内底有一句话。不过无尽意菩萨，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的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，这个一心就特别用无共识的啦一心清明，观世音菩萨即是观其音声，解一解脱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佛在大无尽菩萨讲吼，如果若有足侪众生啦伊实在足艰苦的，就在受诸苦恼啊。艰苦甲安尼足侪烦恼，搞到人足侪安尼啦，痛苦足侪。只要伊若会当听到观世音菩萨的法号，而且念观世音菩萨，安尼伊就会当解脱。咱念看好干嘞？咱若要讲要念观世音菩萨，无介简单，我每一工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你叫我伫知影念甲伊，我嘛无问题，对。后是烦恼嘛咧烦恼，艰苦嘛咧烦恼，痛苦嘛咧痛苦。念这哪有道理的，他有影，就成哪还讲呢？佛咧讲的袂毋对啦，佛咧讲的若毋对，伊就毋是佛祖啊。
哦，啊伊若讲话对，你想啊对伫对一个，咱拢毋知信的重要。你有信愿天去重视，你信偌济天就会符合你偌济。哎，咱的心遐尼厉害哦，咱逐个拢是做佛祖的，啊，真正佛祖好好来摕出来用，你信若无够，你的佛祖袂醒呢。真正信无够，佛祖袂醒呢。所以甲讲一心清明，人甲咱讲一心清明哦，但是咱偌济心，咱咧念观世音菩萨时偌济心，吼，烦恼颠倒，假使妄想，心中内底歹种子一堆。你像心中内底歹种子一堆，脾气毛病一堆，你像安尼念咧，无管拢袂感应，袂感应，咱咧怨咱讲佛陀讲咧话地惨啊，毋是佛陀袂惨啊，是咱做无够诶关系咧，咱无一心清明诶。你若有一心清明，一句就会感应诶，惊天动地咧，哦，惊天动地，哦，所以讲《佛经》内底安尼人讲，家己解出来，你诶烦恼痛苦拢是同也可以过，但是爱一心，一心就无二心，但是偏偏咱人咧烦恼咧无明嘛，心一大堆，人若咧无明吼，较大部分经典内拢无效，但有够够诶，人若真正咧烦恼哦，人若真正咧无明。较大批诶内拢无效啊！伊咧看大诶境界人，只要有一点无明内，就拢破功啊！毋免讲外人，一点诶无明内拢破功啊！你看迄个一心偌重要，修行心伤济，遐温遐怨遐好遐歹安尼吼，一个心吼都往外跑，毋知讲家己一个本，这是发经内底安尼讲，对不对？那讲你哦。你咧救苦真经，你就真经吼，啊！这佛学吼截取一段而已，用心持念哦，用心持念不来救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佛学这是，伊这无连线啦吼，啊佛学再中一个点啊中个有，啊无全部写上，拢人咧讲用心，咧持经，咱讲一部无字真经，这一部经典上好，无字真经，啊无字的，佫讲这五字。借着念这五字，互你的无字会活起来。啊，其实真正咧厉害是无字的人，是借着五字，啊，然后互你的无字会活起来。你的无字若活起来就好啦，大家拢一部经典，这部经典无字的。你的真正的法度就是一部无字真经的，迄无看的，迄毋是无字的呢，迄毋捌字的人有哪有呢？毋捌字的人有哪一部无字真经呢？哦，我捌字捌足济，但是。我的迄个哦，真心袂出来，输迄个毋捌字的一点真心的，伊有感应，我无感应，所以用心若持念哦，不会来你用心若持念哦，有神通。咱咧讲神通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咱毋免若当作我有神通，我会变吼，我会变金仔出来，我毋免烦恼啊，毋免烦恼食，毋免烦恼穿，我毋免去食饭食甲艰苦，当然咱莫把神通当作迄啦吼，你的神会通啥通天？哦，真正会通天，会感应叫做用心持念，你就有神通。啊，毋通咱人甲天吼断绝，你的心爱和天持上会沟通，叫做通天竅、通天地，啊通天的骨头，安尼你拢爱通天呢，安尼甲叫做有神通，无用迄三宝要通啊，用三宝爱有神通，哦，表示你的心一心真诚，哦。表示咱的心真诚安尼吼，搁落来吼，即句咱会听着，我教真啊遐厉害，哦，因而插拄上持念，写是不敢来定心，持念一遍吼，心中该持念两遍吼，一条心持念3遍，心贵场，光亮声魔化为定，吼，你看这吼，后尾有阵时啊看佛经吼，拢差不多，较有可能啊，持念一摆，咱有影一经教嘛念几摆，当然你主要咧讲。不管话是讲弥勒真经，话讲无字无字真经都好啦吼，哦都好，啊念无字无字真经是当然较简单五字尔，啊不管安啦，其实都一定是。持念一摆，你看因而插拄上持念，啥物叫做因而插拄？啊查甫叫做因，查某叫做插拄，因而甲插拄表示足单纯的迄囡仔呢，哦因而插拄上持念，咱今仔要念。心爱像囡仔安尼就对，讲较简单，即句话就是咧讲安尼。我用大人的心念，无感应；用囡仔的心念就感应。啊，你奇怪，啥物叫做囡仔的心、大人的心？哦，我这个大人啊，哪有可能用囡仔心？
人袂修行，愈修愈单纯，叫做囡仔心。啊，愈心心机愈重，叫做大人心嘞。啊，我心机遐尔重，你伤念有效吗？无效诶，啊嘛无效，讲下这年就心经无效，啊等你。你诶心若像囡仔遐单纯来念就有效。啊，你人吼，人就糊涂啊，人吼愈修愈巧，你有感觉无？人愈修愈油条，人要愈修愈无足困难诶呢。哦，你毋捌就毋捌，你若捌了吼，你康复袂落。好侪代志道理拢是安尼呢。哦，毋捌就毋捌啊，捌了你心放袂下呢。毋知就毋知，知了你袂抗进呢。人愈来愈熟，愈巧愈来愈熟，愈来愈熟，你心就因义愈来愈远，你念就无效。啊，你诶心若愈修愈翻滚翻圆，愈修愈像囡仔心安尼，哦，遐尼清净无计较，哦，遐尼单纯甲迄着平常。上试验你看你内底敢无感应？一届就有心通啊，两届吼会当超生了事，三届吼几成就会惊。啊，这就咱莫解释啦，因为时间到啊。大家好好咧体会即种道理。佛祖咧讲话绝对袂骗人，每一句拢是真诶。啊，咱是啊想讲啊，为什么是真诶？啊，我想啊太无，一定是咱诶问题。上尾啊，咱做直接就用圣经一句话，咱若照伊诶旨意来求啥物，伊就会听咱诶。哦，咱圣经讲诶哦，毋是我讲诶哦，圣经内底拢是圣人诶话哦。哦，即个伊是啥？伊是指上帝，伊是指上帝。意思是讲，你若照上帝旨意，你要求啥，上帝拢挂面。咱伫道中即句话就是咱道中咧讲诶，人若有善愿，天就会奖励。但是你诶意吼，爱照上帝意思哦，毋是拢照我意思哦。咱拢照我意思讲，哦，我问较在哦，地头奖啊，我问较在就啊，你拢照我意思。你爱想讲我诶意思有下天诶意思，你诶意思若下天诶意思，天会奖励。你若心有够会奖励。所以讲，咱人发出来念爱善。哦，你诶善，你诶发出来善若有，你精神都有够，天会助你，微妙的。哦，我安尼含咱大家差不多到遮。啊，当然，今仔日讲诶拢一点善啊，以前嘛吼，都是这个层。啊，等下好啊，因哦，我感觉这真好用。啊，这是个人去用，互我安尼讲哦，互我若无用嘛无呢。毋是讲互我安尼讲哦，用甲足圆满呢，这是一个体会。啊，个人看安尼去用，哦，啊，当然是希望大家拢会当吼。精行10分，以后吼功德10分。好，谢谢大家啦。大众评举。感谢神讲师慈悲，全道鞠躬，昏道鞠躬。我们再一次谢谢神讲。咱这本才今天要困20分钟，而且咱提早5分钟就。好，谢谢，感恩。哦，我要注意一下，不要误啊，谢谢。